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itty。今日做一個超易嘅喇沙米粉，我加咗幾隻螺絲蝦，呢個係急凍熟嘅螺絲蝦，解凍咗之後再煮5分鐘就可以食噶啦。建議剪走呢啲鬚腳，方便食同埋美觀啲啊嘛。買咗包喇沙醬，咁佢有200克，咁我落咗1/3，係煮2人嘅份量。個包裝有寫明個份量比例噶啦。如果做米粉呢，我通常會浸完之後出水，然後再過水，等佢爽口一啲。豆卜洗乾淨先出水，出完水嗰啲水就唔好流啦，因為好油膩嘅。我而家呢個加咗清水，大概係2杯嘅清水，460克，然後就加1/3嘅喇沙醬，細火。喇沙湯包呢比較鹹身一啲，所以我加咗少少椰奶，中和返佢嘅鹹度，同埋可以增香。煲佢3-4分鐘滾起咗，跟住就加入已經出咗水嘅豆卜，滾起咗，跟住就落埋螺絲蝦一齊，個頭先落先，然後落埋個蝦身，等佢滾5分鐘。始終都係急凍食物，安全至上，跟足佢指引。煮到滾起有5分鐘噶啦，因為我呢個煲比較細，我唔想分2個煲，懶洗煲，咪將呢啲豆卜啊蝦啊滗起咗先，然後跟住就落返頭先已經出咗水嘅米粉，再滾起咗就可以食噶啦。因為每個人接受辣嘅程度都唔同，雖然話喇沙唔係好辣，但係有啲唔食得辣嘅呢都會覺得辣嘅。咁點樣去中和返呢個辣度呢？有個秘訣嘅，可以落一啲忌廉奶，即係叫重奶油，1湯匙就夠噶啦。如果冇嘅就落鮮奶啦，落些少都好嘅，可以中和返個辣度。最拉尾撒啲嘅乾香芹，我呢個撒咗乾花椒葉，好香啊！呢個真係好好味啊！唔使點樣做嘅，買咗返嚟剪2剪，焯下啲粉，整咗個湯，咁就可以食噶啦，好簡單。鍾意食喇沙嘅朋友都可以試一試。鍾意呢個食譜，邀請你點個讚、分享、訂閱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